中間夾住嘅馬有高將軍啦，響入邊呢仲有傳承效應啊，攞出去外邊追嘅馬有當家精彩最出嚟知道穩勝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前面呢就黃金合戰先嘅，品德寶寶追緊佢啊，中間位置高錦亦都上緊啊，響入邊捐上嚟淺藍3隻新力嬌啊，最出有理有我衝上嚟好勁啊，最後200米啦，見到大外檔有理有我殺上嚟嘅勢相當厲害啊，入邊位置仲有一隻黃金盒啊，接近終點有理有我外邊冚晒，跑第2名呢就黃金盒，海陸寶第3、第4名似乎係高錦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有理有我早段呢就縮咗喺包尾嘅位置，可能都因應個大外檔啊，轉彎呢就揈出去大外跌，逢馬過馬贏馬，跑第2名黃金盒傳承嚟㗎。好啦，轉整彎入直路啦，關鍵所在響埋邊佔先，展鴻威向中檔追，埋邊呢就有金金小子叫緊位㗎啦，灰馬宜昌光輝亦都衝，外邊有12神將啊，後多層嘅話仲有金發盛世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關鍵所在依然係佔先一個身位啊，見到中間位置展鴻威啊，入邊呢就金金小子打上嚟啦，出邊仲有隻12神將啊，接近終點關鍵所在一放到底啊，金金小子跑第2，展鴻威第3，第4入邊係紅衫嗰隻八駿笑星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小飛俠佔先，神驅馬靈率先上嚟挑戰啊，中間位置上嘅馬呢仲有捷足奔馳啦，埋邊呢就肥仔精神啊，出邊追嘅馬有林寶精神，大外檔呢就光明傳承啊，最出嗰邊仲有長風小子創科群英添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係光明傳承啊，長風小子一路殺緊上嚟，埋邊仲有林寶精神，最後100米到，外邊長風小子追越咗呢隻呢就光明傳承，第3名都係外邊冚，創科群英第4名有啲唔順嗰隻馬呢係林寶精神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光明傳承出咗嚟先，但係後發先至，外邊長風小子終點前將佢趕過。第3名時燈呢埋邊褪咗落去喎，揈出去外邊衝啊嘛，有仍然威風啦，中檔位置係賢力寶啦，最出嗰邊仲有隻穿甲戰鷹啊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都仲係超寫意啊，外邊追上嚟咯，就係呢隻標之極光啊，中檔位置仲有巴基之星啦，埋邊啊星月飛雲，內欄呢仲有隻勁進王者，外邊穿甲戰鷹啊，最後100米到超寫意向前面走甩咗少少，勁進王者一路衝緊上嚟，有冇機會追過佢要影相啊？第3名星月飛雲，第4名外邊呢咁啊有藍眼罩嘅標之極光，出邊橙衫穿甲戰鷹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超寫意就係擺咗喺前面，大步睇下到唔到啦。勁進王者終點嗰步呢又似乎噏咗落去，咁啊需要影相啦。第3隻星月飛雲，第4外邊穿甲戰鷹嘅機會似乎高啲。緊張嚟㗎。好啦，進入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就智力之城啊。咁啊見到呢中檔第2位嘅馬有一鋪掂晒啊。咁啊再緊隨其後啦。咁啊中橫大興外欄啊唔係好夠位，入邊之父上咗啲，中間仲有極速神影啊。最後100零米啦，一鋪掂晒透出，埋邊位置呢仲有之父，外欄嗰邊呢仲有智力之城啊。接近終點，衝在前，一鋪掂晒贏啊！跑第入正最直路啦，前面林寶精神鬥緊埋邊就有型人啊，中檔位置有翠兒威威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中間呢就好實力啦，喘內欄上有眾星啊，出邊追上嚟噶嘛，仲有隻戰寶大外檔追風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好實力響中檔呢就已經係脫穎而出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噶嘛係卓越善風啊，第3埋邊。眾星啦，第4名呢，咁啊出邊位置有戰寶、瑞奇威風都追咗上嚟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好實力啊，落班之下咁啊真係嚟咗個大變身啊！卓越善風就跑出邊線路達飛啊，後邊4隻馬鳳凰啦，天天有福線呢隻線路高啊，包咗落尾星光快區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仲係呢隻銀翅勇士啊，外邊冠錦旗開始追佢啦，入邊仲有皇帝英豪啦，出邊追緊上嚟係天天有福啊，最後100零米啊，外邊天天有福逢馬過馬殺上嚟嘅勢相當勁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，噏上噏落喎，咁啊終點前嗰步呢，冠錦旗外邊衝咗上嚟，同銀翅勇士影相。第4名係皇帝英豪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天天有福，外邊逢馬過馬。咁啊，結果就率先衝咗去直路啦。前面君志勝呢就佔離咗大約有半個身位入嚟嘅。青雲龍區中檔啦，包裝旋風呢就拱埋出去中檔嘅。涉內欄嗰邊上有密密送啊，外邊追呢有呢隻就富起來啊，夢照發大外檔雙贏啊！最後100零米咁啊雙贏，外邊冚上嚟都好細，埋邊有百勝金龍喎，中間位置呢仲有呢隻富起來埋邊啊密密送，接近終點啦。第1名百勝金龍啊，第2外邊呢就係呢隻雙贏啦，第3名
地球啊，外邊第5位嘅馬仲有12神將啦，馬林中間追咗少少，仲有巴閉王啊，出邊啊好好戀愛啦，追出仲有隻龍威心得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聖萬金依然係佔先啊，藍地球幾個節目沿住個中檔追啊，中間橙眼就仲有手到齊來，外邊呢就係呢隻好好戀愛啊，接近終點藍地球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。外邊追上嚟，係馬林中間啊，深紅紅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前面揮灑住，仲係佔先嘅。見到中間位置啦，老鼠班就開始上嚟啦。中檔有君子啊，咁啊中檔追嘅馬仲有星神千歲深紅紅啊，出邊仲有標誌浩瀚啊。最後100零米透出嘅馬係老鼠班啊，中間位置君子咧有機會過佢咯喎。中檔位置有深紅紅啦，出邊追標誌浩瀚，中間仲有星神千歲，接近終點，君子依然係佔先半個身位都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。第2名嘅馬呢，埋邊。老鼠班深紅紅第3，第4名啊，好近添啊！埋邊電子騰飛同埋出邊嘅隻星神千歲需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君子啊都係相當冷嘅馬，咁啊終於就贏馬啦！第2名嘅馬埋邊。